美麗華旅遊特約，世界真美麗。今時今日去行山，又使乜由山腳行到上山頂啊？一齊跟我坐纜車啦！啱啱啦，我哋就上到嚟黃山山上邊嘅一個風景區啦。咁沿路啦，大家會見到好多形狀好靚嘅松樹啦，咁以及係奇形怪狀嘅岩石。而今日咧嘅天氣咧真係非常之好啊，啱晒嚟黃山行山啦！黃山其中一絕就係奇松，呢一棵黑虎松，氣勢似唔似張牙舞爪嘅老虎呢？另一棵就係連理松，係兩棵松樹連埋一齊嘅。樹琴松，你哋話似唔似一個豎琴呢？企喺此順峰之巔，可以感受到大自然嘅偉大。黃山呢一個地方真係好值得嚟㗎。光明頂係中國安徽黃山第2個高峰，呢一個氣象站每一日嘅黃昏都吸引好多登山人士聚集，梗係啦，因為喺呢一度睇日落好迷人㗎。